5月19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天生嘅協調者啊，着重平衡，理解力好好，可以好準確咁樣判斷到人哋嘅意見，再加以整合。自尊心好強，會俾人哋加倍努力。做事講求技巧，有手段。你嘅知識面同埋你嘅消息咧都好靈通嘅。喺感情方面，你好有魅力，亦都令人難以捉摸。如果係女嘅話咧，你就好似小妖精咁樣；男嘅咧，你就有少少似花花公子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會好好多嘅，好似有一種從良嘅情況嘅。年紀越大咧，就越明顯你好重視家庭。而性嘅方面咧，你中意做主導，好熱情，視乎對手係點。SM 嘅話咧，你都 OK 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嘅知識層面好廣闊啊，亦都好豐富，直覺敏鋭度亦都好高，溝通力強，做嘢好踏實。一啲 training 啊，或者係一啲調教性質嘅工作咧，可能會比較啱你多啲嘅。而政治性質嘅工作咧，亦都 OK 嘅。財務好穩健，但係記住一樣嘢，千祈唔好賭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對外可以好無私，可以好 open 咁樣探討所有嘅嘢，但係對於屋企人啊，一啲好親近嘅人嘅話呢，你就會好嚴厲。你對你自己 care 嘅人呢，嗰種愛好有壓力啊，你好中意塞一啲嘢俾佢哋呢，希望佢哋接受你嘅諗法。到頭嚟呢，可能佢哋唔係好認同你啊。學習一下呢，唔好透過人哋去滿足自己，做一啲嘢呢，令自己開心，自愛一下，咁你成個生命呢，都會覺得自由同埋輕鬆好多㗎。